你一過嚟喂，嗌翻聲先，精神少少。開咗佢喎，可能。記住啦，後面3個啊，最後先要輸咧，因為你打個小龍高。咁啊，希望最後就係啦。希望喺個進攻入面啦，係眼條眼。咁而家希望嘅先咧，咁個左邊嗰個咧，有一場3個。擺翻落 technical area。高出高係好嘢，一個高住，好啊，欣月。OK，啲人散咗出去先。你單個前鋒喺邊度？前鋒半場啊，前鋒18號。2啦，前鋒。18號。
佩珊，你喺前面啊！而家變咗打中場啊！你喺前面，你睇下38喺呢個位置，而家你收咗落嚟啊！好嘢，好嘢，得位啫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永南，好嘢，永南，我繼續 keep 住，我搶咗點啊，心怡。好嘢，慢做，你波隊慢做，係啦，心怡拉翻邊少少，係啦，係啦，呢個鬥深少少，如果康尼上咗去咧，鬥深少少，打翻去個位喺中間嗰度，明白 ？OK， 係鬥住，睇佢條，係睇佢轉，係啊，睇佢轉好，係好嘢 ，good。OK， 慢慢移過你嘅右手邊，阿貝珊要搶啊啲波啊！逼埋啊！唔好收步啊，貝珊喂，到你個位就逼埋啊嘛，唔好收步。攞咗波先，係啦，推住條線，係啊 ，OK， 慢，壓住，再壓住。OK 啊，喺呢個位置啊，阿永南，你等佢攞到波先，睇佢把標上去，佢 hold 咗，執佢，唔好俾佢直接出入去，佢直接出入去未啦 ，OK， 好對住，好過去先。咁呢一下咧，阿喬希，你要準備啊，你唔好俾吸引過嚟啊，你只要驚翻佢個前鋒就7號啊 ，OK。喺中間要氣啊，受心少少啊，康尼受心少少落去。OK 嘅，係。好嘢 ，hold 住，差唔多轉啦，攞一下就要轉啦，如果唔係好快俾人逼翻上嚟啊！再嚟，係去左邊，得嘅。好嘢，再壓翻上去，唔好出條隊，唔好出條去翻右手邊。睇出，睇射喎，係啊，睇出，有腳，好嘢，興道，阿興道包深少少，落完都係一人握過，留心呢個角頭，集中少少，啱先我握個36號，唔好冇嘢做啊，喬希嗌你做啲乜嘢？阿貝珊，你唔好落嚟啊！你喺前面啦，講咗膊頭，佢落去啫嘛，心怡落去啫嘛，你喺翻前面啦。阿威打維先跟住阿貝珊，開膊頭你喺前面啊嘛，你落嚟冇用㗎。拍多少少啊！睇條界呢度啊！喂，三等。係好。繼續。喺11號，11號。係 OK。easy 嘅，唔使解直位，係啦 ，OK 有啲夾下 ，OK 英兒，最緊要出聲啊呢位置，出聲就好啲講㗎啦啲嘢 ，OK， 出嚟。都大咁。OK， 咁到追，第2點，再嚟半山去 ，OK 㗎，半山上嚟啊，轉身。好嘢 ，OK 㗎。康琪望下左右，係啦，尋一個。好嘢 ，OK good 啊，接住。喂，留心啲啊，喬希。做多少少啊，喬希啊。想講嘅其實。喬希，你唔好俾人跟咗出去，落完出去，明白？你唔好俾人跟咗出去。好嘢 ，hold 住，係啦，行前啲。阿喬希，你唔好俾人吸引出去，你睇下你。鬥心過落要，因為你攞到波，你諗下點樣做，明白？唔係
後門交個波俾人哋。阿樂兒，J 個27未啊？佢個波有皮都有去猜後邊，有去猜咯，係啊，去到半場你先有個逼搶嘅動作。OK， 有佢，慢慢收，睇佢轉邊就轉邊度。OK， 呢度要轉，呢個轉一個出轉，一個出轉係啦。OK， 好嘢，樂兒。啲風吹埋，係啊。OK 噶，康利控制嗰個足球啊 ！OK， 再嚟啊！個龍門唔使逼啊，好有佩珊，慢慢移係啦。卓橋嗰個位夠嘅，佩珊唔好咁深，行翻先都有個距離，你一係黐翻個17號。繼續，留多隻，好嘢，OK， 繼續，冇壞，跟到尾，呢度唔好亂，係啦，差唔多一個要埋去落嘅，邊下，好嘢，慢慢噏翻上去，等落兒噏翻上去，快啲，落兒個波依家噏翻上去，中場，去搶，繼續，邊個買踢？緊要，追過尾，出嚟！機有啊，係要留意啊，5分鐘。等少落嘅 ，OK， 後邊嗰度出聲啊，嚟啦，邊個埋？下一個咧埋咗，佢咪有機會有個心理包袱，推得腳咯，下一個埋搶啦，後邊有嗰個。溝通啊！你溝通就俾到壓力，你唔溝通咧，好輕鬆啊呢波。繼續啊！邊個開啊？阿佩珊開波，佩珊。開咗？未開過。開波。慢慢嚟 ，OK 嘅，再鬥 ，OK， hold 住 ，OK， 康利嗰下先集中下，唔得再嚟啊，唔緊要，繼續。俾右邊。好嘢，繼續啊！唔使縮，係啦，追埋，呢度出掂埋啦 ，OK， 幫佢一齊逼 ，OK， 好鬥翻落去。邊啦，一文！阿佩珊，你移翻上啊，佩珊！放啊！繼續，唔好俾打去，係機到尾，冇出嚟，希望冇出嚟，係啦，繼續啦，對住望咗啲球隊，OK， 好嘢，好啦，好標啊，好嘢，落嚟，可以啦，好輕步。阿康利，呢個攞咗波，簡單少少推咗步，盡量個波唔好攞停，推，大家都波。係啦，你攞停咧，佢就飆up就搶咗個足球啦。OK。繼續，冇俾起腳，繼續，壓落去，收，好嘢呢度。後尾臨翻人嘅時候要觀察下，個企位啊要望到嘅，隻眼睛同埋個身位要望到嘅，望到對手係咪飆過你嘅喺你嘅左手邊。
生，如果呢個開角球咧，你企到中場線冇自由嘅，得唔得？開波都係中場線嘅。阿永雄啊，啲龍門球、山球你搶下第一點啊，唔好淨係企喺度啊！企定！打到個防中啊，上多一次啊！你上一格。啊，康利照住呢度啊！你要插翻落嚟啊！你插翻，你打翻個位，睇住後邊有佢。夠逼搶啊！中間可以俾人打落嚟啦。緊要呢個波 reset 俾你嘅嚇。上去配衫唔好企喺度。係啦 ，hold 住，唔緊要，唔得就。係啦，望。OK， 俾 OK 嘅力水。OK， 上嚟啊，唔緊要呢度。好嘅。慢得過嚟，慢好。集嚟㗎，繼續，好留心。阿喬希，而家打右閘嘅，你側邊嗰個咧就係希圖 ，OK， 得。阿奇，我係希圖，後面啲啦，永圖。捱住一陣先。攞好。繼續。飛到尾！阿佩生，你最前啊，你開波。
對，好縮，係啦，好對。OK，跟啦，個甩咗，後邊一隻，係啦，望，唔係，出翻去，樂兒，唔好縮得咁後，出去逼，唔好俾放落嚟，出去逼，後邊一個鬥心先咋，康琪同埋啊。康琪嗰個鬥心先啦。OK 嘅，好嘢咯。好翻出嚟，樂兒好翻出嚟。康琪再前啲，你嗌晒，唔該我要埋。係啦，即係啦。即係係 OK，呢度尾。好嘢，靠嚟嘅。後邊啦，咁樣好咧，你要追嘅，同佢一齊過，翻去咯 ，OK， 嗱，呢樣嘢3個波，嗱，個波就望下，可以就帶上去，可以就望，得，望條掌 OK， 嗰個波，好鬆，繼續追到未啊？OK。冇啦，拉落去，拉深落去，拉深落去，都拉落嚟啊！拉腳追翻啊！繼續，一個落腳，一個落腳，追，中間要測下好嘢 ，OK？大腳少少，唔好 set 個炮頭俾人哋，唔好俾個波你撞死啊！永彤啊，再試下永彤 ，OK 永彤。大腳少少啊！咁多嚟嘅時候，手喺腳腕啊 ，OK， 考慮出嚟啊！一拍，開走，好嘢，埋開，冇黐埋一齊啊！好嘢 ，good， 有 OK， 繼續，跟住呢個逼翻，個橋褪翻落嚟，即26，一個20，捉翻20啊，天兒捉翻20，後邊有一個包你，橋希包你捉翻佢，落翻嚟，天兒，望，係啦，轉翻你右手邊 ，OK， 跳佢啊！OK， 係啦，有冇事嘛？再橋希追到底，話橋希，只係知，你望下我13號啊嘛，你望下希圖，得唔得？你一翻上去，佢上你就上，你唔好俾佢叉呢個頭。哎，好嘢喎！再分，哎呀！散出嚟，做，轉隊，好嘢，一個級，
好
再嚟啊！再嚟啊！再嚟啊！你開波開波！背身，再嚟啊！你啦！背身開波啊！你背身。Back。調氣調氣。背身上就前啲啲背身，挨翻喺嗰個最後嗰個中間嗰度，再前啲，前啲，前啲。如果越位就唔參與攞波，再前啲，最中間嗰個係啦，預備冚入去 ，OK， 擺落去啊！啱啊！繼續。好嘢 ，OK。阿佩生，頭先嗰日咧，你去中間嗰度，個落款喺嗰度咯 ，OK。
啊，本山繼續繼續。Are you ready? There we go. 舊時阿佩珊，你一定要遮翻沙落啊！如果康琪出咗去咧，後邊又少咗個人，得唔得啊？喂，阿文。
34嘅咧，你拍埋個距離睇下少少，跟呢度俾人搶第二點嚟㗎，個中間就甩咗㗎啦。阿羅欣包咗二位，羅欣你望翻嚟嘅。嘅，羅欣，頭先嗰個時間啊，人哋攞緊波，你望翻人哋個左翼得啦，唔好越鬥越深啊！你望翻個左翼，再望下中間個13號阿希柔嗰度。我睇晒呢度嚇，我冧把定打9-0，得 OK， 謝謝。啱啱行，啱啱我係啦。夠鐘啦，唔該。哇，夠鐘啦嚇！遲咗開啊！你要踢得唔緊啲喎，你要多跑多少少。要開㗎啦，夠鐘啦！唔該晒。可以啊，你電話你準備打先，電話答咧。先電話打翻。你打後啊？好啦，出去啦，唔該。跟住咧，先等我插翻先。好啦，出去，夠鐘啦，夠鐘。咁你落去。中堅，係啊，因為打乜嘢？先落翻你個位，打防中。先係打中堅嘛，右邊中堅咯，你右邊中堅咯，係啦，右邊中堅。你咧？你打防中定咩啊？中堅咯。中堅。你打防中啊？防中啊？阿樂欣，樂欣，你去翻左邊，阿樂怡移翻中間。
遮，繼續遮。集中啲啊！啲球用手啊，集中啲 OK 啊！對啊，對，主動啲，叫阿軒同你撞牆啊！我因住啲球專注翻啊！啱啱嗰下，除咗提要專注翻 ，OK， 再嚟啊！冇跟住褪啊！冇跟住褪啊！壓翻上去，好嘢！冇跟住褪，睇下佩珊喺邊度，向住佩珊個位踢，係啦。而家睇長點，係啦，佩珊，好呀，佩珊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有目的啊，係邊個搶啊？左右啊！唔出聲啊！唔出聲。你一出聲，對面就要諗㗎啲嘢，明唔明白？你唔出聲咧。好嘢，好嘢，繼續，好嘢，好康琪，好嘢，康琪開波，跟二位啊你。繼續，好嘢 ，good keep 住，再望，再轉啊！有冇打開個身，帶佢啊！喂，樂欣要互相溝通好，樂兒出去捉人，樂兒唔好包咁深，樂兒太深啦，樂兒企得太深啦，揾出邊嗰啲。我背衫先翻去，背衫。我 hold 住。好嘢，係繼續追啊！你甩咗繼續追啊！好嘅，佩珊，你二個係右手邊，阿卓橋揸最前，你二個係右手邊啊！二個康橋前面啊！阿佩珊，你跟到26啊！佩珊你過嚟跟啊26，佩珊，你過翻26呢個位，卓橋最前。佩珊，再移過嚟，佩珊再移過嚟右手邊。阿佩珊，捉翻26啊！捉翻26，你就捉翻26啦。係啦，帶入嚟，係好嘢，接住 ，yes， 上嚟啊，考驗，快啲啊！佩珊，你打有型，過嚟啊！唔好俾個波吸引住啊！你望翻呢邊，你又捉翻個36，呢就冇俾個波吸引住，明白？跟住個波走，但唔望人睇。好嘢！好，卓橋前面啊！佩珊望人啦，佩珊，你捉翻個35啦！阿卓橋前啲，卓橋，你唔使捉，你前啲半場，走個半場，係啦，利用你。
讓你打對前啊！佢唔識啊！繼續漏咗，係好嘢。阿卓橋一開角球，你拉到半場線，而家往前啲啊！再前啲啊！你唔好俾佢全鑊壓到咁前，係啦。你睇佢跟唔跟？佢唔跟係咪着數咯？你跟咪辛苦啲咯，繼續啊你。我哋波罰球嚟嘅，慢慢開，噏翻上去先。康尼噏翻上去，子賢噏翻上去，上翻去少少啊！阿心怡都係上翻前少少。阿卓橋，你都係打翻右邊啦。如果唔係，佢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啊？係咪？因為如果唔係，康琪呢邊好辛苦啊。你落翻落去守下，你最主要守嘅時候跟翻26隻翼。係遮住先，冇可能出到㗎。係好嘢，繼續2對1，防守2係好嘅，繼續慢慢褪，係啦，慢慢遮得㗎啦，唔好人咁快搶到㗎嚇。OK， 繼續。OK， 再嚟，要接晒啊，心怡啊。OK， 唔甩，好嘢，樂欣，繼續。着遮，擔住個位，好嘢，欣怡，好嘢，康琪，繼續，好嘢，康妮，再嚟。腳真跟到尾，跟到個10號跟到尾，係啦，跟到尾 ，OK。跟咗少少唔緊要，必須㗎啦。跟到未啊？都 OK 㗎佢，下次知道㗎啦，你試過之後。好嘢，卓橋再嚟啊！望下啲人踢啊！入翻去蘇怡，係啦，撳下去，再攞。OK 啊，好嘢喺度。OK， 出隊，唔好驚，出隊啊，心怡，好嘢，佩珊，繼續，照追係啊，佩珊 ，OK 㗎。OK 啊，佩珊做得好啊，接跟啦，佩珊係啦，接拍係啦 ，OK 好嘢。如果呢個防守你揾個人睇，一日拱我要個35號，你要個35號，唔好行。佩珊，你一日要個35號，我轉過嚟咪有機會咯，明白？好，佩珊你前翻啲，行前啲，再前啲，半場啊，過半場啊，佩珊。阿子賢翻前啲，子賢你攞咗波可以望一望卓橋啊，唔係目的咁樣踢上前啊。好嘢，靚嘅，好嘢。繼續 OK 嘅，繼續。即係如果你係啦，喂跑多啲。喂，卓橋企住係啦，好嘢，追埋，好嘢，康琪。
好嘢，好嘢，好出條隊，出條隊，好嘢，good。OK，配上去，配上去。心怡調翻中間個位，望一望，係啊，好嘢。好辣啊，要跟啊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再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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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嚟！好嘢，好嘢。OK， 姐啊，要幾多個啊？姐啊，其他睇人啊！啊，樂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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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企埋去，樂兒企埋去，望對住，對住，對住，對住啊！留心啊，其他捉人啊，一個睇一個啊！係啦，其他出去捉人3個夠啦，其他出去望人啦，捉10翻個人啊！阿子賢留心啊，唔好捉住個手仔啊你！子賢留心。緊有個人牆遮唔夠啊！子賢，你偏翻右啲少少，你搞一搞康琪啊！唔夠人唔好向前啊！再嚟，再嚟，再嚟，再嚟！好嘢，好嘢，跟到尾，跟到尾，唔好塞住，好嘢！唔好再回，唔好再回！阿子賢，你偏右啲。阿心怡，你打個防中，最中間嗰度。子賢偏右啲，幫康琪呢邊。嗰邊太亂啦，嗰邊救人啊，太亂啦。好嘢，噏上去，噏上去，噏上去，康妮噏翻上去，康妮子賢上翻去對，上翻去對，係。下次就抌好啲啊，諗下點抌啊個波。一個出去對，出去遮，配衫出去遮。佢一甩嘅就要搶啊，明唔明白？唔好等住仲俾佢攞埋波啊！阿子賢，佢一甩腳你就標前要搶翻個波噶啦，唔係等佢甩咗腳你又俾佢攞翻啊！攞埋。向前啊！望，專注啲。好嘢，跟住再嚟。
㗎，OK 㗎，繼續啊，欣月。走啊！OK，拍，攞晒，好嘢，子健進嚟啊！跟埋，唔好冷，唔好俾佢出落去 ，OK， 好嘢，好康利。好，卓橋落去手，要翻去36，卓橋，唔好翻去36。慢慢轉，慢慢個移過嚟啊！冇叉腰，慢慢移過嚟。做防守啊，唔好企喺度。阿心怡，再嚟，追尾甩腳，好嘢，繼續，好嘢，子健繼續，未完，集中翻，出隊。望前面，再對翻，好嘢，hold 住，欣怡好嘢，捱住啊！阿心怡唔好懶啊，照翻前面逼㗎要。埋去搶，第二點嚟嘅，照埋一齊。抌好少少啊，要過頭啊！阿樂欣向前面抌，係啦，唔緊要，唔好輸個球。有預備啊 ，OK。回翻出嚟有預備啊，永南。好嘢，起頭。好嘢，繼續。阿心怡，你打前咗，你要同翻中場嗰啲講啊，明唔明白？你上咗去啊，唔係你自己上咗去，變咗後邊就少咗緊乜㗎啦。係啊，你兩個上去冇問題啊，佢哋後邊嗰啲有警覺性係少個人㗎，明啊？少個人防守㗎。唔係你有自己踢夠自己踢啊！教練唔使自覺。唔好出場，唔好出場，唔好你出聲啊！講俾你。我出場啊，但係可以一場。
啦，翻去啦，唔該晒。哎呀！好嘅，好嘅，繼續。好，卓橋掹一個，係有人捉個，捉翻個隊長啊！子賢，捉翻個隊長。好嘢 ，good。好，羅欣，羅欣要翻個28。唔係你等下羅欣，永南捉翻個28，羅欣包翻去，因為羅欣出翻去。係。繼續。睇漏咗10號啊，羅欣，攞翻佢要翻個10號，羅欣。睇漏咗，中間唔夠人啊！好嘢，一直逼埋去，好嘢 ，OK。繼續，拍咗唔緊要，再追翻，唔好企喺度。咦，好嘢！哎，掂啊，拖啊，唔好搞啦！捉埋，繼續捉，係啊！哎，逼埋不就好。好嘢，再嚟，唔緊要，企住，康尼，打發中間係好嘢，唔好求其。哎呀，你踢翻側邊啊！你有時間預備㗎嘛？做翻個角球，快啲，再嚟，做翻個子，留心，好嘅，欣月，繼續，好嘅，欣月 hold 住，嗌啲人散咗先，唔夠人前面，散翻出去，希圖，子賢散翻出去，好嘅，靚啊，繼續，加球嘅佢，慢慢 hold 住做，拱翻上去，子賢拱翻上去，希圖拱翻上去睇個防線。噏翻上去先，陪多噏翻上去，快啲走上去。噏翻上去啊，希圖，康尼，噏翻前啲，你睇個77有幾距離？哎呀，爭少少。上嚟啊，包，預備包，推粒腳落去，搶，一個，好嘢。出聲啊！再嚟啊！追啊！好嘢！阿心怡，我哋出波嘅時候，你試下追翻個10號同埋個28啊，要落翻落去啊！因為後邊側邊嗰啲咧，左閘左中邊咧，佢要去包翻個左右中間㗎。所以防中要落翻落去孖人㗎，落點啊？一條。攞隻橋拉翻落嚟，望，幫波。OK，攞出嚟。跟到未？好嘅，羅欣，唔好踢中間，羅欣，望翻左邊去，羅欣你有左腳㗎嘛，唔好回翻去中間去左邊去啊嘛。
喂，樂兒，樂兒。跟翻實少少啊，心怡，36啊！好啊，佩珊啊，佩珊做呢啲嘢，佩珊到你機會啦，你。出橋要翻26，要翻26，係跟到尾，跟到尾，跟到尾。OK 北係啦 ，OK。照跟出去對，出去攞恩出去左腳，好嘢。可以。攞恩望出邊啊！跟少少，跟實啲。跟實啲，捉實啲，繼續啲，唔好輸一球波。跟實啲。OK 啊，預備啊。阿佩珊去邊個位置？阿心怡邊個位置？樂兒邊個位置？埋去搶㗎，咁開冇問題，要埋去搶。出翻去，過中間。好嘢 ，OK 冇啦，佩珊埋啦，佩珊，噏翻上去，噴翻上去，唔好企喺度，噏翻上去，噏翻上去，康妮，開埋，好追到，好嘢，包埋佢。好啊！呢個搏機會啊！永能後少少，永能上第二點，係啦。阿佩珊逼翻前邊，佩珊追翻10號。係，再逼，佩珊再逼，佩珊再逼。逼晒啊！要逼晒啊！ OK， 跟到尾，照追，好嘅 ，OK， 唔好放棄，解圍，係啦，再嚟，照對，好嘅，預備，當龍門攞咗波，只要噏翻上去，康妮都噏翻上，康妮，你康到㗎，明白？係，攞後邊，好嘅，再嚟啊，追埋啊！ 再嚟，好嘢，慢慢移過嚟，佩珊慢慢移過嚟，右手邊，搶，好啦，再嚟，遮，係啦，出，唔好俾射，繼續美嘢，好嘢呢度。 我移過嚟，康琪，掹翻人，康琪包，係掹翻人。集中啊！集中翻啊！你開界球，唔好企啊！係啊！ 阿子賢，開波企好位啊你。
子賢唔好俾人跟咗啊！子賢少咗隻啦，你睇36號冇人 mark 㗎。子賢，你唔好俾人吸引咗出去啊！嗰邊救人㗎。捉翻10啲人啊！阿心怡，你捉邊個啊？捉幾多號啊？你有10號長期冇人睇啊！10號，佢開出嚟就撞射㗎啦！照對翻，照對翻，照對翻，照對，照對，壓住個位，好嘢，安利！冇長期俾個傳波俾人射波㗎。波好嘅，心怡，上啲上啲，教練教練，等陣，一條拉翻前啲，OK， 希圖開，啊永林標前啲，希圖望下永林嗰個位，睇下夠唔夠助跑力，啊。幫其同啲，再拉深啲，拉深啲。啊，掉心意個位，再多啲，做啲下，係。夠力啊！幫一大少少，繼續。好嘢，繼續逼啊！對開㗎。繼續接住拍，好嘢，繼續，唔好放棄。好嘢，出奇做翻嚟，再接。你錄緊嘢。追到尾，中間跟翻，望翻7-7，唔好埋去。出橋翻7-7，出橋。馬姐。個位可以預出界㗎 ，OK， 再嚟啊！好嘢 ，hold 住，一夠唔夠前面？我有背收，背單線追命，背收。好嘢，個落點靚啊！班底協調唔得咯，幫波嗰啲慢慢即係跑姿先。我知佢真係要自己練位練，學田徑咯，學田徑一定要唔係啲新。你以前嗰啲我哋嗰啲唔識踢㗎，就係學田徑。清呢個係咩先？就我有問人買，等於買3X 就係話 X 俾個 sales 最唔似。跟住落翻落去，跟翻入翻落因。太細啦。左閘嚟嘅。
用轉身幕前係啦，等佢嚟，你要翻入得啦，係啦，好有佢轉，係啦，好嘢，好嘢，飛，一齊飛，係啦，好嘢，有機會，好嘢，繼續，好對生，有啲，你咁大力，點攞啊？學識波咯，係咪先？學咗，好啦，留咗半年咯，有7個月。繼續，出遮，好嘢。中頭好翻面，咁多上來得㗎。話我天氣凍咧就就幾耐？仲39完㗎啦，冇就得㗎啦。對名先人哋係冇㗎，一定求正對嘅。我講我哋啊，係啊，要求正對㗎。你預備手晒裝備啊，唔該。係啊，唔使補啦，冇人預㗎，16個幾鐘，我都唔知啊。你等佢數咗之後發嘢。我想廁所。好出嚟啦！好出嚟啦！完場㗎啦，唔使飲啦！完場㗎啦！出嚟唔該，係啊，唔該晒，完場啦！唉，好嘢。繼續。自己睇下效力表㗎咋。有啊，可唔可以嗌佢起身？完場啦！我廁所先。有得。要出去廁所先。你爭個幾秒，個意思真係。有個尾收咗先得喎。真係俾你吹脹。